大家好啊，我係小黃，今次同大家跳出香港嚟到越南一個新興旅遊勝地富國島。呢度唔單止有陽光與海灘，仲係全越南唯一免簽證嘅地方。今集我哋會去富國島最大嘅夜市，入住性價比極高嘅翡翠灣大型度假酒店，去動物園同埋遊樂場玩翻夠本，最後仲會去嚟到富國島必睇嘅表演。事不宜遲，我哋馬上出發。去旅行最怕聽到嗰4個字就係飛機 delay 啦，結果我哋呢班機差唔多5點幾先起飛啊！之前都聽聞過富國島海關做嘢係慢過樹懶噶，我就特登俾多啲錢揀前啲嘅位置。落機後一個箭步排隊過關，連廁所都唔去啊！我過關嗰陣得嗰幾個人，但係都花咗成10幾分鐘先搞掂。落機之後，可能大家都想喺機場兌換越南盾啦，但係就比較低啲。之前我喺香港換呢都有3.33，過咗海關之後，機場中間呢都有提款機嘅，匯率稍為再好啲，但係就有手續費。最多人揀嘅就係去富國島夜市呢間珠寶店兌換啊，匯率應該係最高。喺富國島 Grab 係我哋最佳拍檔啊，可以用信用卡付款嘅。我哋叫嘅7人車就係呢種啦，放2-3件行李已經係極限。今次我哋入住嘅係由Accor集團管理嘅富國翡翠灣高級公寓，去到酒店嗰陣已經係好夜啦。入住酒店期間呢，可以免費獲贈必睇嘅 Kiss the Sea 表演門票㗎。平時一張門票呢都要173蚊港幣，一家幾口真係慳返唔少。辦理完入住手續，我哋就馬上上房啦。我預訂嘅係家庭2臥室房，2房1廳，夠晒一家4口瞓。我預訂嗰陣大概就1000零蚊到啦。客廳可以食下嘢，吹下水，水係玻璃樽嘅，仲有咖啡、茶包。房間以簡約風嘅設計，呢間就係主人房。主人房嘅浴室係有好長嘅浴缸㗎，同埋淋浴花灑。浴室以乾濕分離做設計嘅。另一間房呢，有2張單人床，小朋友就有自己嘅空間。不過呢間房嘅冷氣就嘈啲，留意淨係得普通插頭嘅啫。另一間房都有淋浴花灑同埋馬桶，大家就唔使爭啦。咁長淨係得一個洗手盆，有啲嘥喎。浴室都準備咗基本嘅用品。酒店開業幾年，都有一啲破損嘅情況出現。安頓之後，第一站就嚟到富國夜市，個肚都有啲餓啦。我哋去夜市右邊整翻碗牛肉粉先。呢間牛肉粉店就好地道嘅，可能時間都晏啦，好似 VIP 包場咁。餐廳嘅食物絕大部分都係牛肉嚟噶，一碗牛肉粉都只係20蚊，另外仲有啲飲品添。牛肉粉可以配搭香葉、辣椒同埋青檸去調味。我揀咗最貴嘅特別牛肉粉，有乜特別呢？佢嘅材料夠多啊，有牛肉啦、牛腩同埋牛丸。呢碗牛肉粉無論係普通牛肉啦，或者生牛肉都好啊，肉質偏韌。其實就唔止呢度啊，我發覺當地食到嘅牛肉呢都係咁噶噃，唔知道係咪當地人中意有少少嚼頭嘅口感，又或者係品種有關啊？牛丸我又幾中意噶噃，因為係夠濃夠爽口。呢款河粉呢係薄而軟滑嘅，好好咁樣吸收咗湯汁嘅味道。湯底通常用牛骨啦，經過長時間嘅熬製，再加埋唔同嘅調味料煮成噶，令到個湯底呢好清澈清香，飲落就唔油膩嘅，略帶少少嘅酸味。老婆就要咗骨牛肉粉，當中呢係有好幾塊嘅牛骨連埋肉，雖然肉質都係韌啊，但係近牛骨嘅肉呢就會比較鮮味，肉味重啲嘅，我反而中意呢個噃。嚟到越南，當然要整翻杯越南咖啡飲下啦。整體嚟講，呢間牛肉粉嘅質素一般啦，唔食都冇損失。嚟到越南，另一樣想食嘅就係越南法包啦。呢檔位於夜市右邊唔遠嘅地方，8蚊港紙都唔使就食到啦。入面係有豬肉啦、魚片、青瓜、蘿蔔、芫茜等多種材料去整噶，材料就好豐富，中意嘅仲可以落辣椒添，我就冇加嘅，加咗好似好奇怪咁。
法包外皮係好香脆下嘅，青瓜、蘿蔔呢就有清爽嘅口感，再加埋肉碎啊、魚片等材料，食落係有豐富嘅層次感噶。我俾5粒星。我試過酒店啦，同埋其他街邊嘅越南法包都唔及呢檔好食啊！記得認住呢個檔口啦。富國夜市係富國島最大嘅夜市，雖然係咁啦，攤販嘅種類有少少單調，有唔少都係海鮮檔嚟噶。富國島盛產珍珠，夜市就有好多珍珠產品。聽到呢啲聲就知係賣緊炒冰啦。去旅行我就中意行夜市嘅，因為可以品嘗到當地唔同嘅特色小食，又可以消磨時間。不過呢個夜市除咗生果啊，嚟過嘅人都知啊，最多就係海鮮、海鮮同埋海鮮。雖然我都聽聞過唔少人食完呢度嘅海鮮呢就唔舒服，我就冇食過，唔知，風險就自己評估。但係海鮮嘅價錢一定係貴噶啦，遊客價啊嘛，除非你想同海鮮做同類啦，做水魚。一場嚟到，本來都想試下當地嘅特色小食噶，點知又冇乜嘢好食噃，想買嘢又冇乜嘢好買啊！攤販嘅種類實在唔太吸引啦。對於呢個夜市呢，期望越大，失望越大。想買食嘢啊，手信都可以嚟到呢個超市嘅。夜市按摩可能競爭大啊，價錢就唔算話好貴喎，120蚊港幣就可以按1個鐘，平過我酒店附近嘅按摩店啊。呢間再平啲，有啲甚至可以講價添。返到嚟酒店啦，酒店附近呢都有便利店啦、小食店、按摩店，即使夜晚肚餓都好啦，都有嘢食，價錢就屬於可接受嘅範圍。各位早晨，第二朝早咧就帶大家睇下呢個度假村嘅真面目。呢個超大型嘅度假村佔地好大噶，係由幾座嘅建築組成，有好多種房型嘅，平貴都有。我之前訂俾屋企人嘅房間呢，都只係500幾蚊咋，不過而家都好似貴咗啊！中間有超大型嘅泳池，對出仲有沙灘添，成個環境呢都好舒適寫意噶，真係有一種度假嘅感覺。泳池有兒童池啦，同埋成人池，仲有幾條滑水梯添。當然，水上樂園嗰啲就刺激啲。酒店位於東面，天色好嘅話呢，可以觀賞到日出添。成個鹹蛋黃就喺大家嘅面前。雖然只係6點幾咋，有唔少人同我一樣呢，已經嚟到沙灘觀賞日出。翡翠灣被譽為富國島最靚嘅沙灘之一，椰林樹影，水清沙幼，呢度幾啱一家大細嚟玩。酒店提供咗水上活動用品，堆沙玩具都唔使帶啊！酒店設有健身室，健身設備就普通咗啲。酒店每日都有唔同嘅活動俾住客參與㗎，仲有足球機啦、乒乓球，真係留喺酒店玩成日都冇問題啊！入住呢間度假酒店，我認為自助早餐係重要嘅一環。早餐時間係由6點半去到10點，餐廳面積好大㗎。重點食物選擇係相當之多噶，我夠膽講啊，即使入住幾日都好啦，都未必完全食得晒所有嘅食物。你哋睇落去就知噶啦。例如麵包咁啊，都佔咗好幾個 corner。當然有越南法包啦，都用咗好多材料噶。我留意到食物每日都有少少嘅轉變，俾大家有一種新鮮感。例如生果咁啊，第2日就有紅毛丹嘅出現。西式食物方面啦，我最中意就係食煙肉噶啦，呢度都有一定嘅選擇。雖然淨係見到有熟蛋，你叫佢煎太陽蛋都得嘅。飲品方面啊，都有好幾款嘅果汁，一場嚟到當然要試下地道嘅越南咖啡啦。自助早餐有唔少越南嘅傳統食物，越南河粉一定有啦。富國島有好多韓國人嚟㗎，所以都有一啲韓國食物。呢度嘅自助早餐食物選擇多，而且質素 OK 㗎，我就收貨啦。
食飽之後，我哋出發去動物園啦。沿途嘅風景呢，感覺有啲似布吉島啊。不過好多嘢都仲開發緊，海島嘅天氣變幻莫測，可能會突然間落雨，之後又會出翻太陽噶噃。雨季就除外。由酒店去動物園，哇，車費都要200幾蚊港幣啊！一嚟到動物園，4隻公仔就跳住舞歡迎大家，係咩玩法啊？我預先就上網買咗套票啦，套票就包括咗野生動物園門票、遊園車、珍珠樂園門票，再加餐券，成人就464蚊港幣一位。如果你現場淨係買兩邊嘅門票啊，都已經400幾蚊港幣啦。所以預先上網買就平啲。有興趣嘅朋友，資訊欄會提供預訂網址。留意呢度嘅電話信號係收得好差噶，建議就將 QR Code 提前 cap 圖。野生動物園就分開咗兩部分嘅，一部分呢，遊客可以近距離接觸，野生部分呢，就需要搭巴士參觀嘅。富國島天氣真係有啲熱，步行參觀係咪唔得呢？又唔係嘅，只不過有啲辛苦咯。因為動物園都好大下噶，我買嘅套票已經包括咗遊覽車。你想現場買遊覽車車票都得嘅，一位就大概30蚊港幣。如果你同屋企人嚟嘅話呢，強烈建議坐遊覽車睇動物就舒服得多。雖然有啲走馬看花嘅感覺，同動物就有啲距離，不過有得就必有失，視乎你想要乜。落車之後，我哋第一時間去長頸鹿餐廳，唔係食嘢，而係去餵長頸鹿。一杯椰就12蚊港幣，為咗小朋友開心，冇辦法啦。快啲俾我食，快啲俾我食！想影相，一杯椰真係唔少得。之後我哋坐巴士參觀野生動物區，巴士就唔需要另外俾錢嘅。我哋會沿紅色路線參觀，巴士係有冷氣噶，即使外面有幾熱都唔驚啦。喺度好似去咗非洲大草原咁，都唔知係動物睇我啊，定係我睇動物啦。經過動物嗰陣，巴士呢都會慢慢駛過，俾你觀賞。沿途有導遊用英文介紹唔同嘅動物，佢哋嘅特性。等我私人教你斑馬點樣分男女啦。其實就好簡單嘅咋，白底黑紋就係男仔，黑底白紋就係女仔，又袋錢落大家袋啦。開心嘅時間過得特別快，半小時就睇得晒。成個旅程有乜得着？有冷氣咯。參觀完之後，我哋出發去珍珠樂園。動物園外面呢，有免費嘅穿梭巴士可以直達珍珠樂園噶。富國島珍珠樂園有富國島迪士尼之稱，係集機動遊戲同埋大型水上樂園於一身。睇到呢條大街係咪有啲似東京迪士尼呢？大家話似唔似啊？樂園佔地好大噶，有多個機動遊戲，樂園開業好多年噶啦，俾我感覺有啲殘舊啊。冇錯，機動遊戲係多，基本上都唔使排隊咁滯。但係有啲機動遊戲係限時開放噶，有啲甚至冇開放添。咁樣做就玩得唔夠盡興。本來我都想玩過山車噶，點知又冇開喎。我喺摩天輪上高呢，明明睇到過山車喐噶噃，實在奇怪。所以我哋都唔係玩咗太多機動遊戲咋。我哋有坐摩天輪嘅，喺摩天輪上高呢，可以飽覽到成個樂園。近海邊嘅酒店呢，都屬於珍珠集團嘅，所以你住喺附近酒店嚟樂園同埋動物園就方便得多。樂園最受歡迎嘅地方一定係呢個海龜造型水族館。點解？因為有冷氣咯。大熱天時入嚟之後呢，真係唔想出翻去啊！呢個大型水族缸呢，定時仲會有美人魚表演添。喺度就好似置身喺海底世界咁 ，Under the sea，Under the sea， 可以觀賞到唔同嘅魚類。阿媽仲話有啲魚呢係街市食開嗰啲啊！唉，我真係反白眼，實在無言以對。我最中意就係企鵝啦，佢哋實在太得意啦。套餐係包餐券嘅，本來話其他餐廳都可以用喎，唉，點知又唔用得噃，結果就嚟咗呢間餐廳啦。餐廳以自助餐嘅形式，留意餐廳2點半就閂門噶啦，所以記得要早啲嚟。呢度呢就好似旅行團嗰啲團餐咁，冇錯，食物有一定嘅選擇。
嚟到都係但求飽肚就算啦，食物真係好難食啊！冇期望，自然就冇失望。我都有玩呢個滑浪飛船，平時嗰啲呢，玩完會濕晒身，變成落湯雞咁，呢個又唔會喎，都玩得過啊！珍珠樂園都有水上樂園㗎，因為第二日我哋會去另一個水上樂園，所以我哋就冇玩啦，唯有參觀就當玩咗啦。雖然富國島周圍都有沙灘，呢度都有個人造沙灘。水上遊樂設施雖然好玩，刺激程度呢就唔及另一個樂園，但呢度就比較適合年紀較細嘅小朋友玩，因為實在太熱啦，我哋玩到3點幾就走啦。富國島係冇大型購物中心㗎，實在冇乜好閒，錢又冇掟使噃。超級市場成為咗好地方之一，呢個係新開嘅超市嚟㗎，佢同 King Kong 超市啊差唔多，除咗日常用品之外呢，亦都可以喺度買到手信㗎。不過我認為無論款式或者種類方面，King Kong 超市好似更加吸引，唔嚟呢度都冇損失。最後我都買咗少少返去。之後同大家去品嚐當地好知名嘅小卷米線。呢碗小卷米線呢係有蝦餅啦、魚餅、魷魚同埋牛肉，可以自己配搭唔同嘅調味。價錢分別就在於每碗材料多與少。呢碗米線嘅湯本身就冇乜味嘅，真係好靠個醬汁去調味。呢度提供咗鹽、辣椒、青檸，大家可以調製一款自己心水嘅醬汁。我自己就比較貪心嘅，小朋友先做選擇，我全部都要整翻碗最貴嘅雜錦小卷米線。魚餅口感好爽下嘅，有魚肉嘅鮮味，不過留意係加咗辣椒，我小朋友食咗先知中招啊！另一塊蝦餅仲出色，蝦餅非常之爽彈鮮味㗎，係用咗好多蝦肉搓成，啖啖都係蝦肉，但係都係有啲辣嘅。至於牛肉都係韌啊，可能當地嘅牛肉真係咁啦。最後仲有中意玩遊戲嘅魷魚。米線入口係好滑溜下㗎，見到個湯底好似好清咁，又未至於話完全冇味嘅，但係就比較平淡咯。醬汁就發揮到一定嘅作用，中意刺激嘅就加多少少辣椒，青檸呢有提鮮提味嘅作用。不過我認為呢碗米線材料先係重點。最後飲翻杯蔗汁，哇！飲完真係透心涼啦。食飽之後，我哋返酒店游下水休息一下啦。雖然呢度就睇唔到日落，但係都有機會睇到唔錯嘅晚霞。夜晚就嚟到日落小鎮觀賞世界最大嘅海上劇場《海洋之吻 Kiss the Sea》，佢係成個旅程嘅重頭戲之一。既然有免費門票送，當然就唔好浪費啦。酒店住客除咗有免費門票之外呢，原來仲有專屬通道㗎噃。大概8點半左右啦，就開始入場㗎啦。想坐翻個好啲嘅座位，記得就要早啲嚟啦。留意呢個表演逢星期二休息，座位係全露天，落雨嗰陣真係有啲麻煩啦。表演大概半個鐘到，我睇官網介紹啦。呢個故事背景係關於一位富國島嘅男孩同嚟自銀河系中心嘅女孩，因宇宙黑洞嘅神秘力量而相遇，兩人展開一場穿越時空嘅旅程，並聯手對抗威脅地球同埋銀河系安全嘅黑暗勢力，展開一段浪漫而奇幻嘅愛情故事。故事好似好老土咁，我認為呢啲都唔係重點啊！成個表演係透過舞蹈啦、音樂、水、燈光、火焰多種效果，為觀眾帶嚟一場滿足視覺、聽覺、精彩絕倫嘅表演。我認為尾段嘅煙花先係表演高潮所在啊！睇過嘅朋友一定明白我講啲乜。喺音樂同埋煙花帶動之下呢，煙花喺大家頭殼頂上大爆發，嘣嘣嘣嘣嘣，喺頭頂不停咁樣爆。即使有4K 立體聲都好啦，淨係睇影片真係好難去表達到噶。呢段只係其中嘅一部分，滿天煙花嗰種震撼呢，你真係要現場睇先會體會到。手信可以唔買，但係表演一定要睇。睇完我都有少少感動啊！一晚應該燒唔少錢。
睇完之後唔知道係咪位置問題，定係路程唔夠遠，竟然 call 唔到 Grab 噃，點算好呢？最後就坐咗呢啲越南嘟嘟車，10萬蚊返酒店，價錢可以接受啦，唔講太多啦，馬上返酒店好過。下一集內容同樣係相當精彩㗎，我會同大家去香島世界，乘坐世界最長嘅纜車，同大家去水上樂園玩水，同大家去食唔少本地人幫襯嘅山晚海鮮，仲會入住富國島2間最強嘅酒店，翡翠灣 JW 萬豪度假酒店同埋麗晶酒店，記得唔好錯過啦。今集時間差唔多，記得要訂閱、讚好同埋撳埋旁邊嘅鐘仔。多謝各位收睇，開心嘅時間過得特別快，又係時候講拜拜，拜拜。